第3段錄音。詠琳、子文參觀過中國醫學千年嘅專題展覽，又喺互聯網同圖書館搜集咗大量有關中國醫學嘅資料。相信你哋對呢一次專題研習嘅架構同埋內容，應該會有清晰同埋具體嘅諗法啦啩？嘉琪，你就講得輕鬆，雖然參觀咗展覽，又讀咗一大堆資料，但係淨係研究中醫學理論已經令到我十分頭痛啦。仲有刮痧、拔罐、針灸等等診療方法，如果呢啲中國傳統療法咁有效，我都要即刻去醫好我嘅頭痛啊！嘉琪，我都覺得中國傳統醫學嘅題目太大啦，中線可以追溯到數千年前嘅中醫藥學發展歷史，橫線更加涉及到中醫藥嘅理論同埋唔同嘅診療方法。黃老師仲話，我哋可以比較古代同現代中醫學嘅異同，諗起都令人覺得頭昏腦脹啊！我覺得我哋參考嘅有關中國醫學發展歷史同各種療法等內容，只係一啲背景資料，作用係加深我哋對中國醫學嘅認同同認識。而更加重要嘅係，我哋都同意現今嘅中國醫學地位越來越受國際重視。近年香城甚至掀起咗一股中西醫融合療法嘅熱潮。嘉琪，或者中國醫學有一定嘅存在價值，但係要同西方醫學融合，實在太天方夜譚啦啩？子文，中西合璧並唔係天方夜譚啊！我嘅外婆就係因為接受咗中西融合療法，病情大大好轉啊！詠琳啊，我記得你嘅外婆患有嚴重嘅糖尿病，佢而家嘅情況點樣啊？嘉琪，外婆好幸運咁參加咗香城醫院嘅中西醫結合住院治療計劃。呢項計劃係香城醫院首創嘅，由西醫專科醫生以及中醫師聯手為內科、外科、婦科、兒科以及骨科嘅住院病人提供中西醫結合治療。中醫師會按需要定期巡訪，病人出院之後可以到中醫及西醫門診複診，以及繼續接受治療。咁你嘅外婆接受咗中西醫結合治療之後，病情點啊？子文，等我先說明外婆嘅病況啊。佢患咗糖尿病20多年，一直都好抗拒食西藥控制血糖嘅。舊年我哋去內地探親嘅時候，佢因為着咗唔合尺碼嘅鞋，左腳掌擦傷咗。2日之後，傷口更加嚴重到發炎化膿，媽媽就急忙咁將外婆送到當地嘅醫院求診。當時醫生話外婆要截肢先至能夠保命。好彩當時我哋都一口拒絕。返到香港之後，媽媽安排外婆喺香城醫院住院。外婆話之前只係食西藥，人變到好虛弱，但係同時服用中藥之後，半年落嚟精神好咗好多，腳上傷口嘅愈合情況都好理想。上個月佢已經康復出院啦。咁樣真係可喜可賀啊！你個外婆的確係一個好好嘅例子。你對呢方面嘅認識比較多，中西醫結合有邊啲方式㗎？嘉琪，根據我早前喺網上同圖書館查閱嘅資料，中西醫結合嘅方式有好多種。例如病症結合就係運用西醫診斷方法確定病名，同時進行中醫辨證，咁樣就可以從2種唔同嘅醫學角度審視疾病，並且以此訂定治療方法。另外又有所謂嘅綜合協調，即係喺治療嘅唔同環節中，按中西醫各自嘅理論選擇適合嘅療法，互相取長補短，以獲得更高嘅療效。詠琳，咁中醫睇病嗰陣嘅4診望、聞、問、切都可以同西醫結合嗎？子文，我都曾經問過相同嘅問題㗎。睇中醫嘅時候，醫師會幫我把脈，仲會叫我伸條脷出嚟加以觀察，即係所謂嘅切診同望診。我睇中醫嗰陣，亦都曾經被要求咳嗽幾聲俾中醫聽下。當時我覺得好奇怪，後來知道呢啲就係聞診。我淨係記得媽媽話過我舌苔口黃、舌頭泛紅，代表上火。子文，邊個叫你中意食煎炸食物，唔中意食蔬果喎？我最近睇過一本書，作者係一位勇於嘗試破舊立新嘅年輕中醫師。佢提出用西醫學
同現代科學方法嚟研究中醫嘅四診，甚至可以創造新嘅方法，例如可以通過各種西醫學儀器，將中醫師切診同望診時嘅所見所感，用圖像、曲線、數字等客觀指標表示出嚟。《黃帝內經》裏指出，舌者，陰聲之基也。舌頭表現嘅身體變化，亦都可以通過西方嘅病理形態學、細胞學、生物化學、血液流變學及光學等方法，客觀咁樣反映出嚟。係咁嘅話，結合西方嘅醫療技術之後，中醫師進行四診嗰陣所得嘅資料，就可以更加客觀咁樣反映，同埋更有系統咁樣記錄落嚟啦。唔單止係咁啊，見到外婆嘅例子，我認為中西醫結合一定係利多於弊嘅。幫外婆治病嘅中醫師話，就連治療過程最困難、治療方法副作用最大嘅癌症，通過中西醫雙劍合璧、取長補短之後，唔單止療效大大提高，副作用亦都大大減低。呢種療法更加獲得香城醫學界公認為繼外科手術、放射治療、化療以及生物免疫治療之後嘅第5大治癌方法。聽到你咁講，又睇過咁多資料，睇嚟我係時候要喺井底度跳出嚟啦。子文，孺子可教也。子文、詠琳，經過你哋頭先精彩嘅討論，我認為中國傳統醫學同西醫結合嘅現況，可以作為我哋呢次研習嘅方向。贊成。第3段錄音播放完畢，請用6分鐘完成題目。
時間到，請停筆。